西德勒，扎西德勒是我们藏人的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也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谢谢。所以今天呢，我们荣总频道能够有机会跟您聊天，非常开心。因为呢，您毕竟是中山大学的，是，我也是中山大学学过中文。哇，所以呢，就是朱中正博士，就是你是在中山大学的，就是博士毕业的。对。那之后呢，你自己也就是这个事业方面的，主要是这个经济相关的事业，对吧？对。所以呢，我想聊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的佛教的寺庙、寺院，以前传统的话呢，很多的做法都比较单纯，相对于整个环境比较单纯，当然现在也是我们要保持那个单纯的风格，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是要变成商业化，但是有一种企业模式或者那种管理的概念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这个方面呢，很多的这些出家人也好，宗教人士不一定有。我个人觉得呢，就像我自己的话呢，有一个道场，也有一个这个频道，但是实际的经营方面呢，就是没有任何专业的这个知识，客气的，什么理念，知道吗？所所以呢，当然我们有传统比较自然的也有它的方法，但是这个更专业一点的话，也许更好。那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这种所谓的企业管理是什么样的比较成功的做法？谢谢。离成功近的做法？不敢。其实，在整个企业经营来讲，我个人有负责有关营利组织，也有非营利组织。那这里面如果依照产业别来讲的话，有运动娱乐产业，有制造业，有批发零售业。我想涵盖的层面也有一点广哦。但是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所有企业的经营脱离不了4个责任层次。第一个最基本叫做经济责任层次，也就是说，假设你是一个营利组织，那么你这个营利组织存在的价值，就是要为我们的消费者来服务，也是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所以这个经济责任指的就是营业跟利润。那在往上走的时候，第2个层次指的就是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我企业经营过程当中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范，无论在环保，无论在排放黑烟，无论是相关的一些等，我想都要符合法律的规范。那这是企业经营最基本的2个责任层次，一个就是所谓的经济责任，一个是所谓的法律责任。那往上走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越来越不容易。第3个叫做伦理责任，伦理责任就是说你这个企业经营要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那公平正义，其实我们用一般俗语来讲的话，就是社会的观感。你这个企业经营是不是符合社会的观感？你有没有赚什么样的不当的利益的钱这是社会观感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伦理责任也是非常重要。那最不容易是最上面这个叫慈善责任，也就是说你取之于社会，而且要懂得用之于社会。但是在政府的规范上，它并没有要求我们业者一定要每年捐出多少钱给相关的，并没有，所以这是纯粹出于企业的善行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较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从营利组织来讲，我们可以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再到所谓的慈善责任，这可以来概括。那另一种是所谓的非营利组织。那非营利组织，我想第一个你要思考，第一个你的预算是怎么样？有一种是从外部来，一个是自己去自辟财源。但是自辟财源之后呢，能够来回馈这个社会，帮助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OK， 像刚刚说的，像有一些寺庙啦，或是宗教团体啦，有些是能够自创这种所谓的智障的一个自己的模式，那我觉得是很有机会。所以其实呢，释迦牟尼佛的在戒律里面是专门讲戒律，叫3藏里面叫律仪，律仪就是3藏里面的其中一个，专门讲戒律。戒律里面讲很多的生团经营的方式，这个里面其实释迦牟尼佛并没有佛典做生意，这个很有意思。但是呢，做生意当然也要公平正义和这种你说的这些责任是的。所以呢，您觉得，因为真正的一个企业家，那他真的是这个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赚钱。
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个严重本来的利润各方面都要是你要，所以就赚钱可能性更不高，是不是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刚刚提到所谓的戒律的问题，戒律我的理解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说这个法律的红线，或是道德的底线，这些都不能去踩。我觉得这是一个戒律。那么企业经营就是不能够违背这种法律跟所谓的道德的底线，然后去赚这些钱，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应该是不能够违背这两个原则，那才是对的。所以这是我对一个戒律的一个看法。那当然，企业经营来讲的话，基本上它有3大责任，一个就是它要追求每年营收的成长，第二个是要追求利润的成长，第三个要懂得去善尽你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经营者他应该要很清楚明白的3件事情。是，所以呢，寺院的话呢，虽然呢它的开销，它可能要建什么这个佛像，这些都要钱。是，还有它有僧众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都要考虑。是，除此之外呢，不需要特别去赚钱。是，但是企业呢，可能有这方面多一点的责任，对吧？对。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个，虽然呢佛教不能商业化，但是也有一个管理的模式的很标准的一个做法。是。那这两个之间有没有矛盾？我觉得一点都不矛盾。如果说从寺庙的非营利组织来讲，或者从营利组织来讲，其实脱离不了3个步骤。第一个叫做创造价值。OK， 你所谓的寺庙，你靠那个香客的香油钱donate，其实这是他在创造价值，然后透过很多的方式传递这宗教的意义，然后让这些的所谓的我们的信徒们，大家来弘扬佛法也好，或是信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也好，我觉得这是过程。这个传递的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获取价值，因为你获取价值之后，你才能够有这个有这个能量回到原来的创造价值这个循环。所以创造价值、传递价值到获取价值，它本身就是一个循环。那这样子，这个无论是宗教啦、营利组织或是非营利组织，应该就越来越好。但是它一定是在这个循环里面的一个运作，这是我的认为的应该有的经营的思考逻辑。我知道，其实这个你是这方面的经营非常成功。没有。你知道，我知道你说不是成功，是在一个成长，但实际上是这个做得非常好。没有。但是呢，我也听过其他人说，比如说有一些呢，就是用佛教的智慧和方式，然后就是经营一些企业，然后就是做得非常好啊，等等。有些就像日本的某一个航空公司啊，等等，就是这些故事，对吧？是。但是我知道你不是专门用佛教的利润和那个智慧去做的，但是呢，我相信这个里面可以用佛教的智慧和共同点。所以呢，你觉得你所认为的这个佛教里面的哪一些是可以用在企业经营上？其实我觉得佛法是很博大精深。那我个人在这方面来讲，坦白讲是才疏学浅。但是我觉得倒是有一些的，我们在佛法上常讲的像一个随喜，这个那就这2个字，我觉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随喜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懂得随遇而安。你今天在业界里面，无论是担任高阶经理人也好，或者是企业经营者也好，但是你所遇到的挫折跟挑战一定都会有。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正向去面对这些挑战跟挫折，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加的成长跟突破。那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想经营事业也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随喜这2个字讲得非常好。那另一个就是善解，我觉得讲得很好。对，你刚刚也说过了。对，善解你怎么理解？如果你自己实际的要用在这个你的管理的这个做法里面的话，善解怎么？因为你不懂得善解的人，你永远是把别人当成是小偷。OK。然后每天都在抓小偷。小偷的意思就是看得负面的意思。对，所以这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不应该是这种心态去看待对方，而是颠倒过来讲，应该是说，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错，你更应该是关心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然后去关心他。其实关心跟被称赞是人性最深层的渴望。被关心跟被称赞，所以有时候用这种所谓心理学的这2个点去跟我们的同仁们来互动，其实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你这样说的时候，我也蛮有一点感触的。为什么呢？
我自己不是什么大的一个经验者，但是我看经常我会上课，上课时候我会要求他们这个线上要开视频，或者线上我们有一些共修，大家要来，是有人不来，不来的时候我不会马上想到他为什么不来，不是这样，是我是先问他是什么情况。是，后来我发现，真的他有很多不得已的对情况在，对，所以说原来是这样的，对所以呢对就是完全一开始就他是学生，他不认真，他不用功，是用我的角度，虽然是我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呢，我用这种方式解读的时候，就是反而就是可能会更严厉，那对他造成更大的压力。是，这是有时候所以你刚刚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很有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啊，往往都会 see 看到是一个 result， 看到是个结果。OK，但是你没办法去 see through， 看穿看透。但是我们应该是去培养一些 see through 的能耐，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去洞察我们的同仁，我们这个市场，那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see through 或者是 insight， 我这种能耐才是必要的。是。我觉得这些做法都非常非常有意思。没有。所以呢，你刚刚也分享过一个你的老师跟您说的，是不是老师？不好意思，应该是就是其他另外一个人，你跟我们以前的我们很尊敬的一个长者，一个创业家，对，他说什么？他说很多事情就是一理通万理彻，一个道理你要通的话，其实很多道理你都会透彻。那你为什么这句话对你起到很大的作用，或者这个触动了你的心？因为一开始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懵懵懂懂，到底他讲的是什么哲理？但是随着你的工作的经验的累积，进的事业体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慢慢的发觉，真的是这样子，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对，抓到了。你那个点如果能够去，就是我刚刚讲 see through， 一理通的话，一个道理通的话，其实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那你自己的这个实战的经验当中，能不能具体的、更具体的你自己去应用这个概念？可以啊。比如说我们有我的业务工作里面有一个是旅行社，旅行社坦白讲是一个很竞争的一个市场，一个很竞争的市场。但是旅行社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事业，它跟制造业不一样，它跟娱乐业不一样，但是它是一个 business， 它是一个盈利组织。所以这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旅行社，它原来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要思考如何让它能够转亏为盈，让它能够走上一个成长的正轨。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企业经营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选择你的 TA， 你要选择你的目标对象是谁，先将你的焦点 focus 在一个小部分的消费者身上，然后我们再去规划他们要的一些行程，那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商品旅游的行程建构在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上面，然后再来跟他们谈到所谓价格。那如果很幸运的能够出团之后，他们回来一定会给你一个 after service 的一个反馈嘛，就是收服的反馈。你们这个团呢，服务到底怎么样啊？满意度如何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跟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有点像啊。第一个就是对象，对象，然后来就是你的动机，然后你的行动来就是结果。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在企管上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旅行社，无论是棒球，无论是食品制造或其他等等零售业，其实我觉得道理都是一样。先确定我们的消费者是谁，然后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再获取我们应该有的相应的价值。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理通万理智的概念。OK， 你用了一理通万理智的概念，然后其实本来要亏的很多的，也就是酒了，或者没有错了。我知道很多小小的成长，小小的成长。但是呢，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也就是想到了这个刘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是，他真正整悟的时候，就是说一正一邪正，这个道理就是非常非常相似。因为佛教经常讲实属地、生以地，知道吗？是。整个的就是我们说实属地，也加一个地，就是真谛的谛。是世俗虽然是世俗，但世俗不等于很坏的，很负面的，它有世俗的真谛，它就是一个缘起，它有它的真理。是，所以世俗谛里面的你的证悟，就是用透过这个。你刚刚好像我们这个喝下午茶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就是有一种灵感。对，我相信这是一种世俗谛当中的你的一个证悟，就是一个悟道、悟性。就觉得
这个关键点你一定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抓到了一个点，然后从这个角度，然后就慢慢去规划。是，这就是你说的这一理通万里一理通，然后呢就是万里车。对，通所以呢，这个佛法里面呢，从深一点的角度呢，就是说一正一起走，你内心的那一刻刹那的念头，就你已经认识到了。是，那一切的念头，一切的都是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妙用，非常好，哎呀学到了。这是对的，多谢你哋。可以了啊。加油，谢谢。